心往何處安有聲書，作者安，有聲書文本整理朗讀 Irene。 第15章，用另外的角度看人生。48年嘅歲月裏面，我擁有一個多姿多彩嘅前半生，4年幸福嘅婚姻生活，喺台灣讀書歷盡絕望痛苦，喺青山嘅日子身心受到極度嘅摧殘，同時間受盡細佬妹嘅計算、利用、離棄同埋侮辱。受精神病嘅影響，我親手奪去自己嘅幸福，送走一生中最愛嘅人。而呢個過程每一個細節，我都記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自己做緊乜嘢，但係控制唔到。喺需要別人扶持嘅時候，我嘅細佬妹唔單止唔幫助我，仲期望我不斷付出而不忘回報。雖然多年嚟我只係付出而冇回報，但係我的確希望會得到回報。我係唔能夠得到，而唔係唔想得到。喺困難絕望嘅時候，能夠得到家人嘅支持同埋安慰，並唔係必然嘅事。如果有親人支持你、鼓勵你，應該要珍惜，何必放棄？但係如果你真係同我一樣，有無情無義嘅至親，你唔好驚，亦都唔使孤單寂寞，因為有我喺度陪住你、支持你、鼓勵你。呢個世界每日都發生唔同嘅事情，每一件事都係一種磨練。點解要了結自己嘅生命，將自己壓喺一個未知嘅世界？只要喺可以改變之前，去估計自己嘅能力同埋平衡情況，作出最好嘅抉擇同埋反應，今天嘅詛咒可能成為他日嘅祝福。如果你認為事情係人唔能夠改變，點解唔嘗試同佢哋共存？如果我冇嗰啲傷心欲絕嘅經驗，我又點樣將呢個故事送俾所有絕望嘅人？而我又點樣能夠以書會友，同各位讀者細味人生？請你喺決定要放棄自己嘅時候，諗起我，唔好將自己嘅所有壓喺死亡之中。一日未死，一日都有希望。唔係嘅話，我又點會有機會去結交你哋呢一班朋友？喺呢度，我嘅故事已經講得七七八八，但我仲有好多想法同埋體會想同大家共享。我相信你睇咗我嘅文字之後，會有少許嘅得着。人們對精神病人有誤解，又有邊個真係會得到同情同埋體諒？喺呢段日子裏面，我實在有太多自殺嘅理由，呢啲痛苦實在難以形容。我真係好想同你分享呢個故事，希望你喺跳落去或者燒炭之前，花1分鐘嚟諗一諗我。死係一條不歸路，人生嘅歷程都唔一樣，而且係上天預先安排嘅。好多事情唔係人可以預見同埋決定，我哋可以決定嘅就只係用乜嘢心態去面對，與問題共存，咁又有何不可？過去不可追，
未來不可期，現在係最實際。點解唔以正面嘅心境去面對，體驗每一日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？每一日似乎係一樣，但係當你細味每一日，就會發覺每一日會有少許嘅不同。喺呢度，我將呢個故事送畀你，共勉之。